木係一種可塑性極高嘅建築材料，經常都會被運用喺建築項目或者室內設計入面㗎。木咧亦都俾人哋一種樸實啦同埋自然嘅感覺，將佢運用喺家居嘅裝飾同埋設計上邊咧，可以為屋企咧帶嚟平實啦同埋淡然嘅味道㗎。就好似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參觀一間屋，屋主咧佢好中意大自然，好希望可以喺屋企入面咧尋求到度假嘅悠閒感覺，所以設計師咧就特意為咗佢咧運用咗大量嘅木材去裝飾屋企。而家就一齊嚟同大家去欣賞一下啦。呢一間屋嘅特色之處咧，就係用上咗木嚟做主要嘅裝飾同埋佈置。唔知道設計師 Nelson 當初點解會有咁樣嘅構思呢？呢間屋嘅整體嘅風格咧，就係因為業主咧，佢一路都係住喺市區嘅。咁佢買呢間屋咧，佢嗰陣時咧，佢就係好想話將佢嘅 family 咧就搬入嚟一個郊區，一個可以接近大自然嘅地方啦。咁所以佢嘅整體風格咧，為咗佢有一個要求。我哋就想將佢嘅整體風格咧，就可以做到更加係貼近一個好似泰國嘅 resort 啊咁嘅感覺啊，咁係一個好 relax 嘅感覺啦。喺呢間屋嘅主要嘅物料，我哋為咗要配合業主嘅呢一個諗法咧，我哋就用咗好多好大自然嘅物料，例如木啊，或者一啲你可以睇到，或者係一啲牆紙上面咧，我哋選擇咧都係一啲比較一啲自然嘅感覺，咁就令到佢有呢一個可以配合得到佢嗰個要求去出發嘅呢一個 idea 都係。從玄關位置開始咧，就可以見到木嘅裝飾佈置啦，好似呢一個橡木嘅鞋櫃，設計簡單，充滿自然色彩。櫃上面咧，除咗擺放一啲咧植物盆栽之外啦，仲有一個帶有中國色彩嘅木製台燈，喺燈光之下，木嘅雕花十分精緻。牆身上面咧掛咗一塊咧長方形嘅大鏡，佢用咗咧真皮困邊，色調咧仲係用咗近木嘅深棕色。客廳最突出嘅地方啦，相信就係呢個天花部分啦。因為呢個樓底較高，所以咧就可以俾設計師任意發揮。設計師咧為咗可以營造出咧好似 resort 度假酒店嘅悠閒感覺啦，利用咗木條搭建咗咧一個假天花，再加上咧一把復古嘅吊扇，完全將嗰份咧優逸嘅感覺咧展現出嚟㗎。客廳呢度咧擺放咗木茶几同埋梳化椅，木嘅椅身咧再加上米白色嘅軟墊，流露出咧淡然和諧之美。梳化嘅對面呢就係電視櫃啦，同樣咧用上咗木製嘅組合櫃，木嘅沉實色調同埋圓潤光滑嘅觸感咧係佢最能夠吸引人嘅地方。客廳喺設計師嘅精心巧妙安排之下咧，同時兼具咗其他嘅功能，好似喺梳化後面就加咗一張長木台，擺放住兩部電腦喺度，作為小朋友上網區。另外啊，都喺客廳咧闢出一個角落，擺放咧木書台，作為男屋主嘅工作地方。設計師仲特意響天花部分開咗兩扇天窗，令到自然光透入屋內，等屋主有足夠嘅光線閱讀同埋工作㗎。而家出面一般嘅大廈咧，好多時咧喺呢一個都係會用呢一個趟門嘅形式嘅。咁但係因為趟門咧就始終佢都會係有一啲中間會有一啲遮擋咗，佢就算開晒之後，咁所以我哋選擇咗就用咗呢個趟字門，因為趟字門咧佢如果係雙開咗之後咧，佢就會係冇嘢遮擋到，咁可以就令到更加呢個空間感咧就更加強，可以令到呢一個出面嘅庭園啊，同埋呢一個客廳咧更加可以空間更加靚啊，更加做得到更好嘅效果啦。喺庭園呢度，屋主種植咗好多花草植物嚟美化環境，仲喺度整咗個流水池，喺度養下金魚啊、錦鯉。得閒嘅時候喺呢度聽住啲流水聲，曬下太陽，真係偷得浮生半日閒啊！庭園呢度，屋主喺四周圍上木欄，同時擺放咗盆栽植物、綠樹花草，增加咗自然嘅氣息啊！另外，屋主喺呢度仲擺上搖搖椅，同埋一啲藤製嘅餐台椅，坐喺呢度嘆翻個下午茶，真係夠晒寫意啊！
庭園嘅另一邊仲設置咗一個流水池，屋主咧特意喺池邊堆砌咗假嘅石山，水源從中間流過，然後流落池中。而水池入面呢，仲養咗金魚，魚仔咧喺度游嚟游去，為庭園帶嚟咗生氣。2樓咧就係飯廳部分啦，呢度嘅餐台椅同埋家具咧都係以木製造㗎，簡單而出色。木咧更加有效地咧吸收陽光，令到咧室內嘅光線咧得以調和㗎。木製嘅餐台椅加上咧簡單嘅方形線條，踏實又不花巧。旁邊嘅木櫃咧用嚟擺放電視機同埋一啲咧裝飾品。飯廳嘅一角啦，仲擺放咗一座咧鋼琴，係屋主囡囡嘅心愛之物。飯廳嘅旁邊咧就係廚房所在啦。設計師咧用上咗玻璃加木趟門，令到陽光咧同時咧透入去廚房裏面。廚房都用上咗淺色系嘅櫥櫃組合，視覺上咧令到室內更加光猛㗎。主人房呢度咧用上咗啡金色嚟配襯木嘅家具，營造出柔和溫暖嘅感覺。為咗可以善用空間，喺主人房同埋浴室中間設計師花心思咁特別訂做咗一個大型嘅衣櫃，擺放喺度作為分隔㗎。設計師將衣櫃調轉擺放，櫃嘅背面面對住睡床，裝上咗電視機。整個天台鋪上咗大量嘅木板，仲擺放咗木製嘅台同埋凳，再加埋呢個日式嘅風呂浴桶，屋主得閒嘅時候就會上嚟天台浸浴，入邊感受下返璞歸真嘅大自然情懷。天台嘅地板同埋牆身全部用上木板，營造出一個樸實同埋自然嘅休憩地方。呢度仲擺放咗木台凳，可以約埋班 friend 喺度開 party。木俾人一種樸實無華嘅感覺，原來將木呢一種建築材料運用得宜嘅話，就可以發揮出佢嘅效用，將家居裝飾得更加美好噶啦。木嘅自然同埋沉實更加可以表現出戶外休閒嘅感覺㗎，用嚟演繹 resort 度假嘅風情更加係最佳選擇。